德國合唱團喺廣州大劇院唱粵語歌。今日講下全世界最多人唱嘅5首粵語歌，第一首就係《海闊天空》。唔單止德國啊，美國、法國、烏克蘭等好多國家嘅合唱團同埋樂隊都有唱呢首歌，甚至連2018年世界盃足球賽，俄羅斯隊主場贏波之後，球場就響起《海闊天空》嚟慶祝。第二首就係《上海灘》，嚟聽下加拿大市長唱得掂唔掂先。呢首歌係幾代華人華僑共同回憶，演唱者葉麗儀係馬來西亞出世嘅華人嚟嘅喎。我去過馬來西亞，嗰度9成9嘅華人都識得講粵語㗎。第三首就係《漫步人生路》，有華人嘅地方就會有鄧麗君嘅聲音。呢首歌係佢嘅粵語歌代表作嚟㗎，裏邊透露出一種積極樂觀嘅精神。喺你面對人生挫折崎嶇嗰陣，要勇於去挑戰，用一種灑脫鬆容嘅態度去漫步人生路。第四首《當年情》，韓國電視台評選20世紀最受歡迎嘅影視金曲就有佢。上個世紀啊，周潤發、張國榮、王祖賢喺韓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，人人都睇過《英雄本色》同埋《倩女幽魂》嘅。最後就係《光輝歲月》，呢首歌被翻唱成德文、英文等各種版本。呢首歌係皇家區為南非領袖曼德拉寫嘅。曼德拉呢，畢生都喺度為南非黑人爭取權利，為此被困監27年，但係佢始終都冇放棄心中嘅理想。據說曼德拉自己聽到呢首歌之後，佢都感動到流下咗眼淚。所以話文化輸出除咗拍電影、搞運動會等大手筆之外啊，都可以用情寫好一首歌，用心拍好一段視頻。你覺得呢？